盐水金港，盐水金港。啊，你看，灯节艺术品展示区，有说弯如一粒，这个造型说像一弯的月亮，像月亮弯形啊，弯曲形的那个月下弦月那个月亮的造型，弯月下弦月的造型，月港。你看这个有海水、河水嘛，海水、河水的区域，古代就是通到那个台湾海峡那边，在大众庙那边，巨波町哦，大众庙那边那个古代的清朝时代的那个码头。那这个水道哈，水的区域像一弯的，像那个月亮下弦月弯曲的那个样子，所以叫月经港。月经港。那个叫城市收银。朱槿花的吊会，一直可以导那个涂在那个痈疮、钉子、皮肤病的治疗，一直。水月桥，水月桥。大雄宝殿的供奉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能够证悟自己的完全慈爱，就是大勇英雄。原来轰炮主场是在盐水国中的武庙附近的盐水国中。放轰炮主场是在盐水国中。北京清水公园，所以怎么上弦月是下弦月，上弦月了，看哪一个角度看呢？那个样子，所以叫月经港。兴隆桥、嘉南老街，嘉南老街在哪？水月桥，水月桥的。慈德禅寺日月山，慈德禅寺。你看这个水的路线就是到那个大众庙那边，然后要往西到那个台湾海峡。古代大丰内海，这月经港重要的港口。清朝时代第4大城，一府二路三艋甲4月经港就是盐水港。
妈祖庙护庇宫在这边，它离那个月津港最近。道教的庙，妈祖庙护庇宫。然后还有玄天上帝庙也是在旁边呢、啊，那上帝庙最近了、玄天上帝庙，北帝殿。海水轰炮相传起源于清光绪11年了，11号公，11号公车就是走路的，11、7、8月间有发生霍乱瘟疫，霍乱会拉肚子的瘟疫，医药部发大事，就是重疾病恐慌，因为月津港重要港口，都有外地的人会进出啊，祈求关圣帝君啊，能够消灾解难。消灾救难啊！关圣帝君在元宵夜令周长将军为前导，帝君的神教殿后，众善信随神教一路以燃放鞭炮，绕境大街小巷，至天明，将瘟疫一扫而除。用那个鞭炮的烟硝化学物质烟硝来有杀菌的作用，来消除那个病毒，空气中的病毒。要这样。会化除那个瘟疫传染病。关圣帝君元宵夜出现，现在进步了，就有一种灯，紫色光灯，网络搜寻紫色光灯，可以把那个花棉的东西照一照啊，然后就没有花棉的味道呢。网络搜寻看看紫色光灯，紫色光灯，紫色的哦。现在画面正中央看到紫色的紫色光灯，然后把那个什么拖把啦，或者是东西有花霉的啦，或者比较潮湿阴暗容易有花霉味、道的地方，用那个紫光灯照一照。但是操作要小心，操作的时候眼睛不要直接看着那个灯光，怕强光会伤到视野膜。因为那个紫光灯照一照，杀菌呢就没味道呢。花霉的东西这样照一照，就没有那个花霉的臭味呢。紫色光灯。这放烟火了，红炮，条人老街打铁老铺，很有名啊，连外国都出名声跑到外国去了。关圣帝君。
艺术品很多了，很有创意的。可能也加上灯光，会有什么作用？这种纸也很特殊，可能它遇到了一件那个颜色变化就很特殊了。哦，这是今年新开发的那个行动路线呢，新开发的那个，我整理出来。哎，这个也算了，草原坐标这个也算了。哦，以前那个花好美哦，花海好美。多种颜色的花。哦，以前的台南县长施万志先生还有个创意，说要那个月经港可以行船呢，行船这个信义桥啊，那个涵洞就要变大，这样船才有办法进去啊，才有办法通过。那水要整治啊，所以还有很多工作哈。欣赏花灯艺术品。哦，前方那个南荣科技大学，南荣科技大学。这已经观看了啦，已经观看成艺术了。新开发的话，这边也可以停车。然后这个通道，哦，这个通道变大了。还看到鸭子了，还看到鸭子了。看到鸭子，还有救生设备。你看，移植的新栽种的树要包那个稻草，有看到吗？包稻草，从根到那个离出地面大概1公尺。哦，要包稻草，包稻草防干燥，也保温暖嘛，保湿保温暖嘛，防干燥防。那个保湿保暖，增加成活力。这打鼓的吧，打锣的，吉他的，还有那个是灯管，灯管做成那个人演奏乐器的人的样子。好美哦！
啊，乐团，那个灯管做成那个人的样子，夜间那个比较漂亮，还有演奏音乐。电脑荧幕都可以做那个键盘呢，还有还有手机荧幕也可以有键盘的，钢琴键盘，电脑的键盘也可以变成那个钢琴的键盘的，也可以演奏音乐的。电脑荧幕画面也可以出现那个钢琴的键盘的画面的，也会自动演奏音乐，也可以按啊，那是对照那个键盘的。哦，我是种菜高手，你看，种菜那个土地都要很湿呢。种菜你看那个地都那么湿，要用灌溉的，用桶子浇水太慢了。你看种菜水要土要那么湿，种菜土要那么湿，种好多种菜哦，人家种得很好。哦，那个盐水金港这边。那个是古代玉金港的水域哎，在东边这边，它那个古代西边就是大丰内海，大丰内海。你看，太极图先天八卦，左半边顺时针逆时针，乾兑离震；右半边顺时针，巽坎艮坤，巽下段才对，坎中满。艮坤，真的，乾兑离震，巽坎艮坤，先天八卦，伏羲是先天八卦。如果做文王后天八卦是乾坎艮震，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，巽离坤兑。哦，你看种菜的那个土要那么湿啊，种菜的土要那么湿啊，要用灌溉的方法。灌溉的方法，种菜土要那么湿啊！前方南荣科技大学的，南荣科技大学的。你看这。番薯的开花，旁边也有那个是空心菜吗？好像不是，有空心菜一点点。种菜要那么湿啊，要常常浇水，用浇的不够了，要用灌溉的方式啊，灌溉就是用水管。如果有虫要抓虫，真不容易啊。你看，种菜为什么也要有那个绿色网子？绿色网子盖上去，那种子撒上去，怕被虫、怕被鸟啄掉了，那是盖上绿网。皇宫菜你看呢，离镜头最近那个皇宫菜了皇宫菜，那个籽很多呢。皇宫菜可以抵10斤，皇宫菜让抵10斤呢。养得很痛苦，很难过。用皇宫菜个抵10斤呢，柚子吧柚子要火龙果就火龙果这个很香，又不是七里香，这叫米兰香。你看像米粒这样小小一粒，不是七里香，叫米兰香。这个芒果了，那是芒果。你看种菜都要土那么湿，土要那么湿，然后撒上种子，有的怕被鸟啄掉种子，还要盖绿色的网。然后你看花芽，你看土都要那么湿。这茼蒿菜啊，当鹅菜啊。这边都整理过了，你看，这都是新整理出来的，有这个水稻，有涵管呢。鸭子呢鸭子，你看新整理出来的水稻，将来如果水整理得很干净就还可能会换粥呢，可能还可以行船呢。但是那个新义桥那边
会要花钱的，改建要花钱，船要能够经过那个信义桥涵洞。哦，这边都新整理出来的啦。哦，整理了这么多的通道，走路散步都很方便呢。顺着这个玉金港的这个水域，可以蔓延到那个东边南荣科技大学南边这里。哦，你看这个铺好的那个水泥地的道路，都是散步运动的好地方啊。然后顺着这个玉金港，你看。哦，都可以散步运动。那如果有机车要小心。哦，以前这边都还有那个玉金港灯节的艺术品展览呢。今年的经费可能用来修建这个，修建这个水道两旁，你看要花多少人力啊？花多少钱买那些石头啊？花多少钱买这些网子啊？花多少钱买那个水泥盖铺这么好的路啊？很多经费用来那个修建那个水道修水道两旁的，还有那个人行的步道了。所以今年参展的单位就比较少，这是我自己的想法。